喺2007至2009年，約有750個甲類屋邨單位嘅租戶係遷出。呢啲租戶遷出嘅原因包括租戶離世、租戶購入居者有其屋或者夾心階層住屋計劃嘅單位而騰出佢哋現有單位，或者喺私營市場置業。房協已經將有關嘅單位重新編配俾合房協申請資格嘅申請人，並且已經由成功申請嘅家庭或者人士遷入。房委會係並冇特別就嗰啲獲編配房協甲類屋邨單位嘅個案嘅平均輪候時間去進行統計。至於已入住房協乙類屋邨單位嘅人士，係需向房協直接申請。據房協表示，目前所有乙類屋邨單位均全部租出。過去3年係有94個乙類屋邨單位喺租戶遷出之後，經由房協將單位重新分配俾合資格嘅申請人。至於輪候嘅時間，根據房協提供嘅資料，平均約為3至5年。